新北市林口某一间连锁幼稚园，即马逼出教保员不当管教，粗鲁对待囡仔，甲囡仔、甲车、甲狗，搁伫涂骹拖，上无有12个囡仔受这款对待。教育局调查了后，已经甲教保员罚60万，而且规定讲伊这世人袂使搁做教保人员。啊，若幼稚园无尽到管理责任，嘛已经互要求要停止招生。画面中幼童也咧困到，教保员就直接将困地仔抽走。造成幼童变几啊年，甚至秃头，用来救囡仔的衫领，伫涂骹拖用了后，佮等去走廊。新北林口有名连锁幼稚园4月发生真侪件不当管教事件，目前估计有12名幼童受害。第一时间都觉得这只是很轻微的事项，或小朋友不想上课的借口。那所以没有马上去深入的追查，才会导致小朋友可能已经经历这些时间还蛮长时间的。后面想想，当然是自责的成分比较多。短短11天的监视器画面里面，就有将近20起的这个施暴的一个项目，这个是已经受到教育局这边所认定的，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常态。律师指出，过去这间幼稚园都有抄收罚款的记录，看监视器也发现有80%的时间，只有一位幼保老师照顾20个囡仔。因为告诉比查真济，园方应该负起上大责任，毋是杀害单一老师行为。新北教育局目前已经下令幼稚园停招，各将施教老师、第二无责任教师也裁罚60万。那经查呢，该园确实有不当管教的一个情事，行为人呢可以处罚最高罚款60万元。我们会将行为人通报全国不适任教保服务人员的一个系统，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。然后现在在问孩子当时发生什么状况，孩子呈现是惧怕的表情，然后会开始咬手指头。那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学校是用什么方式？是威胁、利诱，还等等，让孩子回家不敢说。有关也指出，这间幼稚园下伫林口搁开一间幼稚园改掉负责任了后，继续营业。同款的代志只会一直发生。教育局回应，那幼稚园负责人有造成幼稚身心侵害行为，袂当担任教保机构负责人。新北市伫幼稚园入案时，严格审查，后续会设置稽查重点，强烈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